为迎接台南建成400周年，议员沈振东将焦点放伫普罗民州加热兰州的双城计划，其中赤坎文化园区文化局争取了14亿的改造工程，包括新公国小的校舍、地下停车场、甲游客服务中心等。对此，议员沈振东要求市府文化甲教育局一定要做伙施工，希望早日如期将学校来启动回来。是，所以局长这部分我确实要说，就是说比较吊诡的地方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学校是一体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对于灯光、悬吊、舞台音响的部分，确实感觉是那个教育局会去做处理的。可是确实在文化局的编列预算上来说，确实文化局已经帮我们教育局要做好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只是想要厘清，因为市长是绝对允诺在办学跟文化发展绝对都要全力，所以这部分确实我们需要一个结果跟一个答案，说到底是谁来去协助我们的这个文化园区可以再次的回到这边是完好如初的部分哦。原本我们相关在赤坎文化园区大多数的经费14亿1000万，大概有11亿5千万是投入在学校跟地下停车场的部分，所以会以学校的设备完成度的最大化，然后来交给学校。那当然有一些教学设备的部分，这个部分会请教育局共同来协助。那我想这个部分让学校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跟教育设备，我想这个是市府共同的一个期待。除了关心新公国小的兴建进度，另外议员也关心台南市的铁路地下化、平民交通的阴影，尤其进前东门路桥地下机车道的施工，造成机车族必须要驶远路。对此，议员建议未来铁路地下化的施工，希望会用比较长荣港便桥甲开元路桥，互机车万一徛伫东门路桥。对此，交通局回应未来会来规划。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